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施政3分钟》。农村人口老龄化、产业转型受限，是许多台湾偏乡小镇的困境。台南左镇是台湾的化石重镇，还有知名的月世界2地地形。然而，产业转型困难，人口老化外流，让左镇可能成为2050年即将消失的乡镇之一。山海屯设器复制新化老街的经验，透过老屋翻新，一步一步装点左镇的面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第一眼看到他们所谓的左镇老街，其实还蛮傻眼的，就是它已经没落的相当的程度，然后老屋都衰退啊，甚至有的老屋连屋顶都没了。然后像左镇这个地方，它大概有两个主要的问题。那这个是跟我们在新化截然不同的。那这里主要就是像大概1978年那个时候，左镇这一段的台20线开通之后，那再加上86的快速道路，84的快速道路，就是也完工嘛，然后以及就是预警的芒果行销的也非常的成功，所以其实原本在那个芒果的果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主要集散地是在左镇这里的。后来就是整个区位被预警所取代之后，这边就整个商业就非常的没落。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是水质水源保护区，大概就只能经营，就是只能做农业。所以其实我们观察这边的孩子们上了高中之后，其实就准备离乡了。所以我们重新将这边看成是一个生活产业聚落，以它为愿景，重新去思考这里好的风土人文、农特产品。怎么去，或者是一些在地的记忆跟故事，怎么将它转化成食衣住行娱乐各项，能够重新被人们来体验这里的生活魅力的各种环节，并且提供相关的商品跟服务。那我相信借由这样子的新的产业的一个设定，就有机会让下一代或者是青年们去知道说，那像我会设计啊，我会资讯工程啊，那我会一些油层开发啊，这些相关以后他们去读的科系，就有可能知道说，那家乡也会需要他们的一天这样子。以地方创生来讲，人、地、产3个环节共同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会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在人进来之前，总要有一个基地，有一个空间能够孵育他们。那我们又看看老街这边的空间都状况不太好，整条街区环境也不太好。所以我们优先就从空间着手，因此我们在公所的协助下，我们也是就是尽可能的盘点，能够让我们妥善使用，并且产权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些街屋。那最后盘点起来就是锁定了5栋老屋。那准备好之后，其实去年我们也有得到文化局的社造相关的补助，让我们可以去做田调，让我们对这边有更深入的了解。那进一步的才知道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内容去做生活体验的开发，所以进一步的慢慢的也吸引青年的一个卷动青年的一个加入。在最近呢，政府有那个山海屯这个计划进来，人潮真的有差，慢慢的已经看得到人进来了，都有在改善，真的有在做事。如果更多人进来投入的话，也会有那个活力啊，忙一直推，还有各企业还有那个创生的单位一直进来，拉升那个左镇的能见度。这个很好啊，像这个弄得真的是很好很好的这样子的，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啦。左镇街区每间老屋背后都有值得探索的故事。计划团队与屋主合作，申请政府经费进行整修，并引进商业模式。10年后归还整修后的房子。街区的活化可以带进人潮与商机。小小的左镇正在翻转地方产业，孕育梦想，让老街再度热闹起来。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9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
但是每一天的民生本数高达1400栋，不过目前营运当中的城西焚化炉已经使用20几档，每一天只当处理大约600栋，根本无够。所以环保局以 BOT 的方式，由厂商投资72亿，要起新一代焚化厂，想有伫城西焚化炉预定地动土，预计2026年完工营运。城西焚化炉营运至今20多档，市府环保局规划以太古换新的方式兴建新一代焚化炉，除了会当提悬处理量能，更会当达到减碳目标。离完工营运后的金星炉，也是一座会当发电的再生能源发电厂。设备逐渐老旧，所以我们一年总共的垃圾处理量是195000公吨。那如果以现在我们要更新的炉子，它一年的垃圾处理量可以达到295000公吨，也就是这个量能足足可以提升一年10万公吨所以这个对我们台南市垃圾处理的这个效能可以说是可以大大的提升。过去20几年来，台南市的2座焚化炉现在的日处理量，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过去科技的关系，其实它的这个焚化量的部分呢，已经逐日在下降。所以我们引用了更高的科技，让它可以高效能来发电，然后低耗能来消耗我们的能源，甚至呢可以有这个低污染的部分来对这个焚化炉做很多改善的设施。那预计我们在115年可以来完成我们城西焚化炉的这个炉体的新建移转的这个案子，而且可以顺利的来运作。环保局长许仁哲指出，金星炉属于再生能源，发电效率高，未来营运期间年度发电量预估会当达到26244万度。年度发电量比较城西旧厂增加1倍以上，每档大约会当提供64513户家庭用电。金星炉同时也订定上严格排放标准，妥善处理下来生活废弃物。除此以外，营运期间所使用的管理大楼会朝向离建筑标准方向来规划，让金星炉不只是焚化炉，更是惠及环境教育亮眼地标。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疫情解封以后，婚家南上大中的就业博览会伫新港3月台南新天地登场，总共57间厂商开出将近3000个工作机会，吸引不少找头路的民众。同时，现场嘛首次引进 AI 智慧面试的服务，吸引真侪民众好奇的眼光。疫情过后，观光产业的景气好转。这摆婚家南上大规模的就业博览会，伫57间厂商当中，有将近一半以上拢是餐饮甲零售服务的产业，希望抢好人才。另外，伫自动化科技的相关工程师，平均拢开出一个月6万块以上的薪水，加上将近3000个工作机会，吸引真侪民众来现场找机会。看到很多那个餐饮服务业一些批发零售业，它都是属于那个，因为之前他们受到疫情影响现在需求量增加之后，职缺就变多了，对我们求职者的那个录取上一定都有帮助。劳动部除了举办大型的就业博览会，每一档嘛至少举办2000场的中小型征才。疫情过后，为了改善欠工所推出的扩大就业方案，要祭出就业奖励金。劳动部长柯明春甲市长委托真侪贵宾拢到场见证每下征才就业的重要平台。3、2、1，请启动！2023台湾就业通于嘉南地区就业博览会顺利好就业，迎接新未来。那希望今天求职者能够把握机会拿着自己的履历表向求采的掌声来展现自己。那值得一提的是说，本次参加就业博览会的职缺里面有80%以上都是在我们云嘉南在地的工作机会所以让求职者就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就可以好好的来打拼。举办这么优质的能够让千里马跟伯乐都能找到最好的一个归宿。
那因此呢，我想说各位好朋友，千万一定要把握时机，6万块的这个薪水在这里面是算普通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逛一逛，然后找到好的工作，然后来庆祝一下。为了找头路的民众，一面市的紧张，会中也首次引进 AI 面试官的模拟服务，提升民众应对的能力。民众如果想要就是再来就是可能精进自己的面试的一些技能的话，也非常欢迎就是来我们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就是来预约我们的职涯咨询。那我们面试完之后，体验完之后，我们的职涯咨询师就会再跟就是我们的民众可以来就是沟通跟讨论，哪一部分我们可以更精进。除了大型的就业博览会，劳动部分家南分署也欢迎企业有找人才，民众有找头路需求，容易到每一个就业中心来查询，创造双赢。咱的新闻管制采访报道。为提升头家甲员工对着职业安全的意识，和职业灾害归零，台南市劳工局所辅导的37个职业安全卫生家组，用大厂带小厂的运作有成，已经备受中央肯定。日前，市长嘛予以颁奖表扬职优的单位甲人员。目前，劳工局伫台南已经辅导成立37个职业安全卫生家组，用大厂带小厂的运作来守护劳工安全，嘛互企业永续经营。市长委托12号透过授旗甲公开表扬，来肯定事业单位以及人员对着职业安全卫生的付出。而且今年个加码颁发特优奖5000，卓越奖2万的奖金来鼓励。我们一步一步的努力，让台南市的职业灾害发生最少，那工序工程安全最优的一个环境。那这个部分中央跟地方大家都很努力，那也希望说企业也要更加注意职业安全，减少职业灾害，让劳工朋友们能够安心出门，安全回家。我们今年也有3个单位得到全国的安全卫生安卫家族的绩优奖项，这个大统一企业还有柳营奇美的部分，所以就代表我们平时在各角落推动职业安全卫生是受到全国我们主安署、劳动部主安署的肯定。劳工局表示，竞争的奖金只是手段，重点是追求劳工安全满分，零职业灾害目的，保护企业会当永续经营，创造双赢。咱来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市电古迹开机领游宫最近一摆开工72支乌灵旗，提供信众跋杯迎请，不只是建庙350档来第一摆，嘛吸引泰国、马来西亚等外国的信众跨国迎请。台南市电古迹开机领游宫委员杨景勇表示，乌灵旗具有定铁驱邪、收惊制煞作用，更是声明调动兵众的重要法器。信众若是邀请登去乌灵旗，需要参香供在。开工经由咱这个王爷来派这个符令加持了吼，咱开工以咱主席来开工之后，互咱信徒会当请等去服侍，会使顶替无就是咱这个宫庙会当做道，做道就是咱这祭祀办事，有这个带兵带将，有这兵将来扶持咱这个宫庙会当来祭祀。灵游宫会一次开工遐尔侪支乌灵旗，是因为日前有泰国信徒特别到灵游宫迎神，当时跋杯应允请回乌灵旗，象征兵马调出到泰国，引起讨论。后来有够侪信众拢甲庙方联络，想要邀请乌灵旗，庙方向声明请示后，才由原本的30支增加到72支。当初是会请这个灵旗，当然是为着要。互阮爸身体较顺遂啊，来就是第二就是要互阮兜的人较好诶，嘛无啥物啊，都纯粹用心拜啊，咱讲的啊，额头三笑生命啊，求一个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委员杨景勇讲，这撮乌灵旗寸尺大约是45乘30公分，同时阁制出罕见先天上帝伏魔震天宝符，2个拢经过开工。
商团抱负是明朝导师刘渊兰祖师所写，流传至今，主要是用伫咧书写钉煞甲钉铁，运势较歹，也是定定破败者，更适合挂伫咧身躯。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传统的鼻道手术以开刀为主，因为空喙大并发症较济，所以现在拢改做类似镜的微创手术。不过对着一寡结构较特殊、较挖目睭甲落地，贵重的病院才引进了新一代类似镜的手术，提升精准的安全手术。贵综合病院耳鼻喉科的医师蔡建生表示，根据统计，台湾慢性鼻窦炎的盛行率大约是15%到20%。过去传统的治疗拢是先靠药物的鼻喷剂、类固醇等，但效果无好，才需要考虑手术。对过去的外开手术，到近年来内视镜微创手术，现在贵综合病院还佮引进电脑断层、立体定位导航的辅助系统，互鼻窦内视镜的手术更加精准佮安全。鼻窦的手术大概跟过去早些年的这个所谓传统外开手术已经不太一样，都是用所谓的内视镜下去做手术的部分。好啊，但是就算用内视镜下去做手术，事实上我们都还是有一定并发症的一个比例。那鼻窦因为解剖位置比较特殊的关系，旁边就有眼窝跟后面颅内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也是比较怕在手术的过程中，万一迷航就会伤到这两个地方。那随着科技的这个日新月异，目前我们在郭仲和医院也引进了这个所谓的电脑断层立体定位导航的这样的新的技术，可以辅助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及时的去做进一步的解剖的定位，那就可以增加我们手术的一个所谓安全性以及精准性。有了这套电脑断层立体定位导航，让医师会用在手术前，以着电脑断层 3D 的模式，在手术中会用及时定位手术的器械甲周边解剖构造的关系，让误差的范围缩小到1到2厘米，而且健保还佫有部分的给付，让患者会用的唔免到医学中心，嘛会用的享有医学中心的手术水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减轻大肠直肠癌的患者伫化疗、放射治疗期间无爽快镜头，基比病院透过中药甲针灸的介入治疗，对减轻副作用、提升生活品质，拢有明显的效果。基比病院中医部主治医师陈浩军表示，大肠直肠癌的病人，常常会因为化疗或者是放射治疗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腹泻、便秘、恶心呕吐，或者是骹手尾端的麻等副作用。你到中医来求诊，中医依照病情论治，因为化疗的药物毒性容易伤到脾甲胃，因此运用中药加针灸来改善癌症治疗的副作用。大肠癌呢，在化疗、放疗期间呢，最常见的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像是说，恶心、呕吐啊，或便秘啊，或者是说手脚麻的一些状况。那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像说像这些恶心、呕吐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呢，有一些呢是因为它本身化疗药物会影响到脾胃的正气，所以说那我们会放一些比较益气健脾的药下去。那本身大肠癌的话，其实跟一些我们说吃进来一些像说有些人喜欢烧烤炸拉这些比较湿热的东西，那同样在用药上面呢，我们也会帮忙再加上一些比较清利湿热的药去帮忙处理。好，那另外的话呢，有一些像说化疗之后呢，会有一些手脚麻的状况。那手脚麻的状况的话，这时候呢，我们说末梢的整个像被那个化疗药物这时候呢，它的毒性所影响到。那这时候呢，我们也会加强一下末梢的气血循环，让这些手脚麻的状况比较好一些。根据基比病院111年以内统计，大肠直肠癌大院会诊中医的就有152人次，其中大肠癌中医癌症专案的门诊
嘛有103人次，定线的人数每年增加。因此，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会用个减轻病人化放疗期间的无适应，顺利完成整个疗程，造福大肠癌的病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少年艺术家叶千华所举办罗伦的生活小确幸展览，目前正伫台南小西门盛大厅场。作品以麻雀作为主题，将伊的古锥画法透过创作呈现出来，嘛要带领观众感受生命当中的小确幸。去看那些作品，可是还没接触到、还没喜欢上艺术的人呢，他们并不会特别去做这个动作，他们需要一个契机。出生于艺术家庭，年轻新锐艺术家叶千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后，又去了一趟英国格拉斯哥就读艺术实践研究所，学习陶艺雕塑、版画以及陶艺彩绘等。这次在台南的展览内容，特别以家乡田中最常见的麻雀作为创作主角。创作里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想要找出自己的角色，那角色可能是你自己未来的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就是你想要成为特定的人或事物。那在这之中，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关联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在这个展览中，我以麻雀成为就是我的思想的延伸，我是想要让它成为一个代表我们田中乡村的一个角色，然后这样观众在看的时候呢，能够有同样感受到我对乡村的依恋，包括有爱、自由，然后还有的维度。叶千华的创作风格具有童趣幻想，天真可爱的麻雀非常的疗愈。罗伦的生活小确幸目前正在小西门 B1 连通走廊展出，欢迎喜爱陶艺雕塑的朋友前往看展。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为了高雄凤山有一间龙虾堡忽然间出名，吸引真侪民众想要试滋味。不过因为人实在太多，真紧就卖完，所以有人因为来现场买无，煞上网互店家负面的评价。对此议员黄杰就替头家讲话，强调好店是值得等待。才刚开始营业没多久，摊贩前就陆续来了不少人潮。工作人员们忙着制作龙虾堡，将整尾的龙虾肉铺在面包上，看起来分量十足。从林口为了吃龙虾堡来，我10点半左右就到了。大家从北部下来，因为看网络好像蛮风行的，就是该跟风一下。不过还是有人来到现场扑空，想要购买却买不到。想要来一份4盎司龙虾堡，可是走近一看，居然在中午的时间，全部已完售的牌子就已经摆出来了，想吃还不一定吃得到。从捷运走过来10-15分钟吧，然后想说再来去看到它看起来很好吃，然后特别走过来，结果没想到这么快卖完了，11点开卖，然后现在12点多吧。拍谁哈？面对一波又一波的人潮，老板频频道歉，也因为没有办法事先知道当天到底有几尾龙虾可以提供给顾客，因此无法接受客人提前预定。比如说我今天有准备给100只啦，但是它可能品质没有到达那么多，我们可能挑拣就没有办法供应这么多的龙虾给客人嘛。大量的客人让原本的工作量瞬间增加，老板只好找来家人一起帮忙，但备料到很晚，又得早起准备开店，实在让身体有些疲惫。只有我跟我老婆在做啊，我妹跟我妹婿是因为这几天的关系被我硬拖来帮忙的，嘿啊，就从头到尾就只有2个人在做而已，我们每天都备料到4点、4、5点，早上9点、10点就又起来了，这样子的负荷量实在是太大了。龙虾堡的热度随着素食店推出新产品不断升高，老板的电话一通接着一通，客人一个接着一个。不过人手实在不足够，能做的量有限，希望大家能够等到风潮消退一些再来购买。可是就电话就几支俩，一支电话而已，就你打不进来，不是因为我没有开，或者是我不想接你电话。是因为别人也在打电话，拍谁哈？可以缓一缓，大概过个1-2个月以后再来买，
有人因为买不到而给予店家负面评价，让之前就来吃过的高雄市议员黄捷也忍不住替老板抱不平。希望大家可以在打电话打不进来的时候多一点耐心，或者是择日再来也可以。我相信好店是值得等待的。一份龙虾堡要价460元，并不便宜。即使这样，仍然有太多人想要尝鲜。看来想吃龙虾堡的民众，恐怕得碰碰运气，或是再等等了。记者吴家伟、庄淑婷高雄报道。感谢收看9月19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